打麻雀有小有零9筒 ，OK 嚟啦！呢一場點1打3嘅俾大家睇下啦。好，起手2隻白板，打個靚女先。好，咁就3筒7索選開，非常之靚啦。好，上家公降9筒，哇，未匹白板啊！好，摸對8筒，咁就打埋隻3筒啦。碰咗就可以拖牌。有粉絲咧就問咗一個咁樣嘅問題，跟住我唔知點答佢，咁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討論一下啦。咦，碰，而家拖牌。8筒啊，咁早，我想試下喎，嘻嘻，冇人搶啦係嘛 ？OK， 5隻馬嘅，哇，前面9隻馬，第2鋪，我打隻翻牌俾你跟下啦。好，咁就打埋隻4筒先。上家打咗我，再摸後對，我唔留啦。OK， 打埋佢，而家叫。OK， 一槍啊，10隻嘛。第3鋪起手都係2隻白板吓。好，摸對3筒，咁打個靚女啊！上家碰1萬，冇隻4萬，咁我打個1筒啦，挨牌叫。打返佢啦。好 ，OK， 咁我打7萬啦，拖2索。碰，咁啊打熟張5索啦，而家調位。OK， 白板自摸10隻馬，最後一鋪。啲上手牌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碰咗先，哇！7筒咁早有得碰啊！今日入隻叫。OK， 咁啊打埋隻3萬2台橋。OK， 台到叫3、6索2、5筒啊。2筒都係10隻馬吓，點讚接下啲馬仔啦，拜拜。